好，跟住到第4行啦。頭先第3行完咗咧，就已經開始有個弧度啦。咁第4行其實都係好接近嘅，一樣都係 chain 1啦。跟住佢個 repeat 今次就再多一個 single crochet，就變相係5針為一個 repeat，就係3針單嘅。跟住最後一個 increase 就係即係1、2、3都係單針，跟住第4針、第5針咧就喺同一個 base 度做 increase。咁啊前後做3次 repeat 就15針嘅。咁我哋今次咧就做個快少少啦。咁而家我首先 chain 1先啦，chain 1完之後咧就喺同一個窿度做一個 single， 勾埋落去。咁呢個就係我嘅第1針，記住第1針就要勾 marker， 跟住咧就到第2針，第3針。好啦，做咗3個 single 之後咧，第4針、第5針就係一個 increase， 就喺同一個 base 度嘅。4啦，5，好，而家就係1、2、3、4、5 ，OK。跟住第2個 repeat 嚟咯喎，就係又係3針單針啦，3個 single crochet 啦，1、2、3，好，跟住4、5就喺呢一個同一個 base 度做4、5啦。4、5，好，跟住就又係3針單針，1、2、3、4、5咧就喺呢度啦。好，如果冇勾錯咧，呢一行應該係有15針嘅。咁我哋又數下咯喎。咁咧而家開始佢唔係一個平嘅圓形啦，其實你可以咁樣數都得㗎，即係你咁樣係咯，噏出嚟啦。你總之睇到得。咪1、2、3、4、5、6、7、8、9、10、11、12、13、14、15，係啦。總之你自己數啱就得啦。15針。Again 呢度好似有一針隱形針，你好想勾埋佢，唔使勾佢啊。跟住我哋就做一個 slip stitch， 記住拉緊啲繩，如果唔係咧就咩啦。好，再鬆開個窿，mark 手指公夾住佢，開 marker， 呢個穿過去，拉緊條繩，做個 slip stitch， 就咁過埋去。咁我哋第4行就完成啦。